人到咗自殺嘅時候，總以為從此一了，但係死後係唔係真係一了百了呢？自殺不過係將自己未完成嘅責任同埋有待解決嘅問題轉嫁俾親友嘅一種自私行為。自殺不單止帶俾家人難以磨滅嘅哀痛，而且呢種頹毀消沉嘅風氣，如果蔓延落去，必會貶低生命嘅價值，對社會構成極大嘅負面影響嘅。人死咗之後，係唔係一切痛苦都解決咗呢？凡認為人死如燈滅者，係執着咗斷滅嘅邪見。堅持此見嘅人，在生時可以任意妄為，反正死咗又一切歸空，漠視咗宇宙嘅因果規律。其實身體雖然死咗，但係業力仲未消亡，生命仲會繼續輪轉落去嘅。人死咗之後，不過係一期分段生命嘅結束，但係佢嘅神識係不滅嘅，除非已經進入咗無餘涅槃，覺悟成佛。喺未成佛之前，眾生嘅魂神依隨住佢嘅善惡業力，必會再投生於六道輪迴之中嘅。自殺枉死嘅人會投生到邊一度去重續下一期嘅生命呢？須知各人嘅業因果報既複雜又深遠，如千絲萬縷。除咗聖者以天眼通能切見佢嘅去處之外，凡夫只係能夠以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嘅理則去推測。人到咗自殺嘅時候，總以為從此一了，但係死後係唔係真係一了百了？使諸眾生永離國趣，得生人天，受勝妙樂，現在眷屬，利益無量嘅。須知自殺者做超度事，最適宜係生死後49日之內進行。如果過咗呢段時間，冇人為作功德，救拔苦難，生時又冇善因，亡者就會依據佢本業所感嘅果報，投生喺餓鬼、畜生三惡道啦。各位，世間最寶貴嘅莫過於生命。生命嘅價值係從堅強、堪忍、樂觀同埋勇氣中體現出嚟嘅。自古以來，我哋嘅祖先都係從逆境中成長嘅。佢哋熱愛生命，但係有時為咗維護生命嘅價值，甚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為國家民族而犧牲，顯示大無畏嘅菩薩精神。所以生命不單止係寶貴，而且係神聖嘅。試圖輕生嘅朋友，鼓起你嘅勇氣去面對生活，千萬唔好為咗一啲逆境同埋煩惱而白白犧牲啊！係由於自私嘅我執而生嘅。想脫離痛苦，首先就要無我。所以古語有云：欲除煩惱須無我，各有前因莫善人。要想脫苦，第一就係要止惡，即係剛才所講嘅諸惡莫作啦。惡業有殺、盜、淫、妄語、惡語、綺語、兩舌。總括嚟講就係貪嗔痴。須知一切善業惡業都係從心念而開始嘅，所以心唔好生惡念，惡念一起就要立刻消除佢。縱然有惡劣嘅環境加諸我身，亦都要逆來順受，咁叫做守口舌意身莫犯，關閉一切諸惡門，漸漸就能夠斷除一切惡因惡緣啦。第二，要擺脫苦，不單要止惡，因為止惡係自律，屬於消極嘅一面，仲要進一步積極行善。行善即係修行十善。第一，救護生命，即係不單不殺生，更能救護眾生。第二，布施濟貧，即係不單不偷盜，更能扶貧濟世。第三，遵守梵行，即係不單不邪淫，更能清淨自己嘅行為。第四，說誠實語，即係不單不妄語，更能說話誠實。第五，善言安慰，即係不單不惡口，更能柔順言語。第六，作利益語，即係不單不綺語，更能正直言語。第
第七，和合彼此，即係不單不兩舌，更能和合悅眾。第八，常懷捨心，不單不慳貪，更能布施結緣。第九，恒生慈念，即係不單不親威，更能廣行慈悲。第十，正知正見，即係不單不邪見，更能正信因果。以上所講嘅係止惡行善，即係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係屬於人天福報嘅業。如果要徹底解決人生嘅生死痛苦，得到永恆安樂，就要第三步嘅淨意啦。淨意就係清淨自己污染嘅心意，斷除一切煩惱，即係修學一切善法，洗刷一切陳舊之後，徹底清淨自己嘅心識，達到無垢嘅境界，顯現係由於自私嘅我執而生嘅。